王祖藍為咗娶李亞男，今年用咗1400萬買大埔獨立屋做外炒，年終仲見埋女方家長，個個以為佢今年情人節 book 咗迪士尼酒店同女友慶祝，又花又禮物，以為佢已經求婚成功。原來祖藍留咗台慶谷收視，只向李亞男求婚。就日本韓問李亞男，祖藍求婚未？佢仲話：上星期三凌晨，祖藍揸車同李亞男去新屋巡視裝修，李亞男女主人身份出晒嚟，屋就搞掂。原來祖藍原本諗住下星期二趁李亞男生日求婚，但喺大堂為谷收視，就要祖藍提早喺台慶當中求婚。我哋做咗幾年朋友，亦拍咗好多年拖。呢段時間我發覺，我哋大家對彼此嘅關心啦、犧牲啦，更加印證咗我當初嘅一個信念。無論追你幾咁困難都好，娶到你嘅話呢，我一生都會好幸福。人生裏邊呢，就係要揾一個覺得同對方過一日得一日，每一日都係恩典嘅人。想問一句，李亞男，你願意嫁俾我嘛？咁李亞男、祖藍係咪年尾搬新屋先？佢哋會搬喎，係啊，我仲未。你結咗婚先搬？成日見你，你都成日陪祖藍及實啲裝修進度喎。我就去睇下。出年結婚係咪行教堂先？我都希望係籌備緊㗎咯，我知道。人哋女仔就答得好爽快啦，但祖藍就鬼咁扭擰，原來係佢想保守秘密，係咪年尾入伙啊？多啦，搞咁耐，搞咗600萬裝修，好抌本喎。傻啦傻啦！問到係咪趁李亞男生日正式求婚，佢答得口直直。生日係啊，佢哋未求婚啊。點會有啲咁老土嘅嘢啊？佢話你欠佢一個求婚喎。做乜？梗係乜都未有時間，而家亂到咁，你睇下。出年行教堂結婚，邊有咁快啊？祖藍你真係好鬼口味嘅啫。其實佢哋睇中咗元朗信義會生命堂行禮，呢個堂隸屬於佢哋嘅教會啊嘛。05年黎美行結婚都係喺呢度行禮噶，恭喜你啦，祖藍！